台湾王家珍因小丽珍澄清，不是王定宇罢免案的代表人，并声援两位大学生，包括代表人胡永荣被司法起诉案。21号，进一步甲这位这20通会大学生指控金融机构竟然三番两次以业务查询为理由，问伊敢有参与王定宇的罢免行动。原本也准讲是诈骗，不过经过查证，才发现原来金融机构甲所属业务人员口中所讲的言论拢是真，拢有录音。推动过罢免那个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的领衔人嘛，对，是这样的嘛，这个是要做什么的？这个是那个金管会规定我们要做这个尽职调查这样子。因为我们昨天就是针对他们就是打这支电话是不是诈骗来去做询问，那我们得知说这个应该不是诈骗电话确实由他们公司的分机所播出。台湾面对少年人单纯为民主发声，却接受司法迫害，已经真惊吓。现在佮进一步伫银行、证券来往的资金、投资，拢爱查水表，不只是侵犯客户，更是一种吓惊。他有没有罢免领衔？是罢免的领衔人，跟你元大证券有什么关系？如果真的是金管会要求的话，那我们要请教一下，你凭哪一条法律要做这样子的要求？台湾不满讲未来甲金融机构来往偌完整表达，敢有参与过罢免，敢是国民党的青年军真正互人料想未到。台南新闻，阮籍杨顺怀采访报道。